即卖出口美国都要扣20%的税，咱国内有真侪产业会受到影响。现正也是评估大约有42000个劳工会逢减薪水，嘛恐惊会无头路，出口的产值会损失1.6%以上哦。国发会主委刘建清今仔去立法院备询，伊表示讲有制定短期佮有中长期的计划，嘛对今年国内的经济成长率阁真乐观哦，认为至少有3%。大船出港，厂商抢出货，英国港口欢迎的景致，即阵啊恐惊会排斥。美国对顶关税，台美中间确定暂时升20%的税率，为台湾时间8月7日中昼12点就要开始实施。面对业者这样烦恼，中央有提出特别预算要来应对。我想放心的部分是台湾的中长期转型哦，我们往AI 为主哦。那像譬如说以台中的工具机。它应该是产品的 AI 高值化，哦，那供应链的 AI 化，不管关税怎么变动哦，企业的转型都要做。国发会主委刘建清初一透早到立法院备询，讲短期内中央的支持方案增加到930亿，长期是要用 AI 推动产业转型，加强内需。目前计划已经报行政院，另外嘛评估232条款晶片的关税新增加影响无大。扣除台积电这些的话，会不到60亿美金，那占我们整个全国的出口值大概在1.12%。哦，那影响没有想象的大。关税冲击产业，目前行政院预测，自往美国出口会减少8.9%到12.2%，产值减少1.6%至2.52%， GDP 年增率下降0.4%至1.62%。对于全年经济预测，国发会也是保持信心。今年 GDP 成长3%这样的一个目标嘛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是很有信心的，很有信心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一个是手机的拉货潮，第二个是那个 AI。这个 GP300的新 model 的出货，成长力道相较于去年大概会在1。朱通线当地进会支持整体经济，不过对顶关税开始征收了后，是不是无度搁调降？刘建清嘛以日本甲韩国做例，认为拢会先讲到一个中央的数目，再搁调降，会当保持乐观的态度观察。记者采访报道。